4月26日，欧盟21个成员国的33个穆斯林青年和学生组织联盟邀请罗西亚·阿巴斯女士参加关于维吾尔人的网络研讨会。据报道，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穆斯林青年和学生论坛邀请了华盛顿特区维吾尔运动负责人罗西亚·阿巴斯女士参加关于一个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特别在线论坛。罗西亚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在线论坛在斋月期间举行，以提高欧洲穆斯林青年对中国压迫下的维吾尔人和集中营问题的认识。中国政府在国际上被指控将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强制关押在集中营中，并进行强迫劳动。今日，当局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在东突厥散进行750万人次的所谓职业培训。在访问日本首都东京期间，德国总理舒尔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讨论了双边和地区关系。双边还讨论了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局势。舒尔茨周四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联合召开的记者会上说，德国寻求与亚太地区拥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岸田文雄表示，双方已决定成立一个政府间委员会，以提高安全性。英国外相特拉斯说，中国如果要继续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就必须遵守国际秩序和全球性规则，否则可能像俄罗斯那样在入侵乌克兰之后被世界经济所孤立，丧失民主国家的市场。他说，如果他们不遵守规则，就不会继续崛起。中国需要与七国集团的贸易往来，我们代表世界经济的一半，我们掌握自己的选项。我们向俄罗斯展示了当国际规则被违反时我们做出准备的选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四到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这是自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发生后，两国首次开展高层访问，显示双方正努力修补关系。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本阿卜多勒阿希茨沙勒特举行仪式欢迎埃尔多安。埃尔多安还与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主王举行闭门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决心确保台湾拥有一切必要手段自我防卫，以免受任何潜在侵略，包括中国为破坏目前已存在数十年的现状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在不对称战力的需要上，美台需要保持看法一致，并期待美国强有力的参与，以帮助台湾拥有这种不对称的战力。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美国政府支持的跨台让塔利班战斗人员能接触到价值700多亿美元的美军装备。报告被五角大楼证实。